毋是台语第10集。11月15日新闻，教育部分享的官方用语网络流行语，这个台可能和台湾无关系，所以要加上台湾这两字才适当。你看，这两字台写无共款，不管啦，总是号一个名啦，你要乱转在你啦。那我来号咱即马讲的闽南语，号做同义语，我感觉是真好的名称。话免啰嗦，直接看台湾台语写的这三句。台湾台语写出来字的准确率偌济呢？一定不会错的，不会写错，其余的全错。什么意思？像这几字，你叫任何袂晓讲台语的国小同学来写，连因就写会出来，教育部嘛袂写毋对，其他的呢全部错。真厉害的台湾台语，真正是害人不浅。咱一字一字来看，一字一字来学。金马本来是读做金鸭，两字连音就读做金马，意思是时也，现在也，这马台湾台语的用语水准，是现主时台湾人的水准吗？悲哀也忍耐。笑就是笑，加一个动词看见，意思有可能变哭无？无可能啊！见笑，反正就是甲笑有关系，毋知影咧写啥啦。甲哭无关系是吧？嘛毋是甲小小人有关系。见笑着安尼写，袂见笑安尼写，是毋是会晓讲同义语的台湾人一看就知影意思？不要面子，敢毋是？转是360度一直转，这字确实有鼻音会使读转，但是像滑头无一直转吧，所以写转滑就毋对咯。爱写有控制性的转滑。三撇代表马车的缰绳，手提着缰绳来控制马车，所以写转滑。360度的转，有控制性的转，两字无共款的转。台语文是有深度的，若去学教育部的台湾台语，一切就害了了咯。生气，这是连国校的小朋友嘛袂写毋对的，但是教育部也是写错。我无应该降低小朋友的程度。生气是甲气发出去，而且有这个鼻音声母的，这个收呢，无鼻音呢，意思是接收入来呢，连这嘛写错，你讲会生气无？你即马是见笑转生气，台湾台语同义语第一句9字错6字，这着爱，即马是着病也是安怎啦？台语读音着的字，搁有这字着通写，着是爱写着字，这字嘛读着哦，这字嘛读爱哦。着是爱等于着爱，是吧？写着爱也可，意思阁无共哦，小可较强制性一寡，看情景来安怎写。这字等来看甲骨文，手举物件，踅一圈，准备要弹出去，这字弹。第二句，这着爱提起弹掉。第三句，我听你缀，我无乱读哦。你看台湾台语教的缀，读真奇怪轻声哦，意思当地。这字在的鼻音会使读地。例句，我当地学台语。过来，转猪油用油火在转。言语上的吹嘘、胡说八道。就是口字边的泉啊，甲骨先生教的，有好学无？
今仔學到3句互聲文，無需要閣看。第一句，你即馬是見笑轉生氣。第二句，這就愛摕去單調。第三句，我聽你在轉。順續來看另一個著愛的用法。台文用字真好笑，我著錯咯，就是愛寫這字著。這毋是頭拄仔講過啊嗎？是啊，你學起來。閣來，主要要講的是起愛笑。我著起愛笑，愛得很怪吧？愛笑愛哭是你本來的個性，免起啦。愛佇這句是上要的意思，寫起愛笑有淡薄仔勉強，起愛笑安尼寫更加適當，就是想笑啊。所以不止一字愛通寫，閣有愛注意的愛，欲鼻音嘛會使讀愛。這字著你有感覺佇教育部的文章定看到無？因為安尼一字著有真濟意思。來看有幾個意思：一、兩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9。所以若學台灣台語寫文章，著安尼寫。號碼選對，總算輪到我，得到頭獎，著愛有運氣啦。毋只是遠遠看到、想到，是手摸到啊。買落當到時，得獎第9個我毋知啥物意思。你看我是毋是教育部的好學生？我更加知影哦，錯字有這幾字。你認為正確該如何寫呢？你先想看覓，歡迎留言，咱後一集閣來詳細研究。